40年嘅故事進入第3章。回歸後，有一個年青政治系畢業生同譚慧珠一樣，返到北京讀法律。我一心就諗住嚟北京，因為其實以前細個就恨想返中國大陸睇下，嚟生活下，睇下呢度係點樣嘅。以後如果有機會想喺呢度發展，印象比較深嘅時候就係我覺得朱鎔基做總理咯。嗰陣時我喺加拿大咁，但係個感覺唔知點解好好嘅，咁我覺得即係好似好有希望咁喎。至於日後打算去外國留喺香港，抑或係內地，佢話仲需要再觀察。呢幾年開始愛香港，即係覺得我都想翻去。一國兩制就好似一本啱啱寫到第8頁嘅書。咁以後點樣咧？其實係由大家即係香港人同埋大陸嘅人一齊去寫嘅，多啲嘅溝通，放低一啲成見，其實係可以大家一齊寫到好啲嘅書。事隔3年，當時當刻咁樣講係兩驗天真。喺無奈底下，我哋而家剩翻嘅又真係得翻嗰部基本法嘅啫。過去20年不停咁喺呢本基本法度吉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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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去到最後點樣去體現香港喺一國兩制底下我哋擁有嘅嘢，其實唔係靠一部法律咁簡單噶嘛，係要靠人噶嘛。最終選擇回流嘅楊岳橋，屋企喺94年移民，當時佢13歲。呢一年，一個滿懷理想嘅中學生，啱啱18歲。咁如果到時真係個個人都唔投票嘅話咧，咁可能啲政府又話啦，唔使啦，啲人都唔支持選舉噶啦，咁可能我哋連唯一反映香港人意見咧，即係港人真正治港嘅機會都冇埋咯。我覺得我18歲嘅時候對未來好有希望嘅，係希望呢個地方更加好啊！我哋其實回歸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，真係我覺得。郭正光喺政治不穩嘅90年代成長，回歸後踏入社會工作，創立資訊科技公司，喺業界打響名堂。之後佢亦應邀加入幾個政府嘅諮詢委員會。如果將來咧用呢套嘢咧嚟管治香港咧，咁我諗習慣咗自由嗰啲香港人咧，即係講乜中意講乜就講乜，中意做乜做乜嘅香港人咧，會有好大反應咯。可能到時會真係好亂啊！10年前，郭正光開始返大陸發展，喺公司佢好少講政治。香港出現反水貨客行動，身在內地嘅佢體會到香港人身份認同帶嚟嘅矛盾。自從我見到咧踢劫成個微信都傳到成中國咁滯嘅時候咧，咁嗰啲朋友或者你見到微信咧，佢哋個反彈係好犀利，就係佢哋開始思考一樣嘢，以前佢哋冇諗嘅係，就係其實香港其實中國係一個城市嚟嘅。我哋其實係咪同一家人嚟㗎？點解你會咁樣對啲家人嘅？